所以我諗你坐嗰啲話題俾佢哋聽。願以色列因造他的主歡喜，願錫安的民因他們的王快樂。我哋今個星期咧，奉獻嘅時間咧，同奉獻嗰個時段咧，同過往會有啲唔同啊。奉獻詩歌咧，會緊接住呢個崇拜詩歌，中間冇停頓嘅。所以大家如果已經進咗場嘅，就麻煩喺呢個安靜嘅時間咧，就將即係奉獻嘅金錢，你可能攞定出嚟啦，放喺一個方便位置。請大家保持安靜。請大家起立。在至高之處榮耀歸於神。你們要向耶和華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華歌唱。在列國中述說他的榮耀，在萬民中述說他的奇事。請大家坐低。請大家低頭片刻，我哋係認罪悔改嘅時間。大家思想一下，你哋過去一個星期有得罪人同埋得罪神嘅事。
我哋一齊禱告。親愛阿爸父，求你憐憫我哋呢班罪人，讓我哋思想上、言語上、行為上有時都係違背你嘅旨意。我哋心中又有好多隱藏嘅惡念。求天父因為耶穌基督赦免我哋嘅罪，並賜我哋有敬畏、敬愛你嘅心，令到我哋行事能夠端正，榮耀你嘅聖名。以上嘅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而祈求。約翰一書講過，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神係配得我哋用詩歌敬拜去稱頌嘅，請敬拜隊。會眾請起立。耶和華啊，你就係嗰位創天造地萬物嘅主宰，讓我哋存住歡喜快樂嘅心，一齊去讚美佢。你是神。
以下係一段咧同神親近嘅時間，我會先請敬拜隊咧去唱一次呢一首歌，希望咧透過呢首歌咧係喺神面前咧，我哋可以安靜，帶住感恩嘅心同上帝親近。多謝你，有你愛我。你是愛，你對我的愛從沒改，沒有因歲月改變，沒有因我罪生厭。我呼喊你名字，你笑臉看着我，你一次又一次。主啊，多謝你，你好願意咧，常與我哋同在。你是愛，你對我的愛從沒改，就算今我又失信，但你的信實不變。我呼喊你名字，你笑臉向着我，
主，縱然我哋常常失信，但係你依然可信。知道我是存在，有你愛我，讓我知道我重要。有你愛我，讓我知道我是人，被珍惜的一個，讓我知道你是愛。神啊，多謝你完全嘅愛，因為你嘅愛圓滿咗我哋嘅生命。你話過喺愛裏面冇懼怕，愛嘅完全就把懼怕除去。即係話我哋好多時雖然立志為善，但我哋嘅老我卻係叫我哋得罪你，但你仍然選擇愛我哋。看我哋為至寶，係你讓我哋咧可以重新知道我哋係值得被愛、被珍惜嘅。求你教我哋脫去容易纏累我哋嘅罪，全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嘅路程，仰望喺我哋信心創始成終嘅耶穌，好讓我哋可以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專心實踐你俾我哋嘅使命，完成你嘅託付。因着你愛嘅緣故，讓我哋得着力量。你是愛，我哋一齊唱呢首詩歌。你是愛，你對我的愛從沒改，沒有因歲月改變，沒有因我最新意。我呼喊你名字，你笑臉向着我，你一次又一次。你是愛，你對我的愛從沒改，就算今我有失信，但你的信實不變。我呼喊你名字，你笑臉向着我，你一次又一次。有你愛我，讓我知道我是存在。有你愛我，讓我知道我重要。有你愛我，讓我知道我是人，被珍惜的一個，讓我知道你是愛。主你係愛，係你嘅愛對我哋從來都冇改變。我哋嘅罪一直係背叛咗我哋。你是愛，你是你是愛，你對我的愛從沒改，沒有因歲月改變，沒有因我最新意。我呼喊你名字，你笑臉向着我，你一次又一次。你是愛，你是愛，你對我的愛從沒改，就算今我有失信，但你的信實不變。我呼喊你名字，你笑臉向着我，你一次又一次。我哋知道咧有你愛我哋，
珍惜的一個，讓我知道你是愛，有你愛我，讓我知道我是存在，有你愛我，讓我知道我重要，有你愛我，讓我知道我是人被珍惜的一個，讓我知道你是愛，有你愛我，讓我知道我是存在，有你愛我，讓我知道我重要，有你愛我，讓我知道我是人被珍惜的一個，讓我知道你是愛。有你愛我，讓我知道我是存在。有你愛我，讓我知道我重要。有你愛我，讓我知道我是人被珍惜的一個，讓我知道你是愛。主多謝你，你係愛，多謝你一直珍惜我哋，多謝你陪住我哋行，多謝你讓我哋跨過每個難關。我哋帶住感恩嘅心，心存感恩，述說主愛，獻上讚美，頌讚主恩，感謝恩主賜我美食，一生一世主恩滿載，願獻我的最好與主，因他將永生賜給我，為我犧牲受死在生，令我恩惠，為你舉起我的兩手，感恩的祭，今獻給你，頌讚我的永生救主，奉上一切。以下咧係一段奉獻嘅時間，請司事上前收取奉獻。心存感恩，述說主愛，獻上讚美，頌讚主恩，感謝恩主賜我美事，一生一世主恩滿載，願獻我的最好與主，因他將永生賜給我，為我犧牲受死在生，令我恩惠，為你舉起我的兩手，感恩的祭，今獻給你，頌讚我的永生救主，奉上一切。我哋將我哋全人獻上俾我哋嘅主。願獻我的最好與主，因他將永生賜給我，
生一世。感謝主，我哋請 Janet 姊妹為我哋有個獻金禱告。我哋一齊心為到獻金嚟禱告。天父上帝，我哋感謝你，我哋所擁有嘅一切都係你所賜嘅，你使到我哋都冇缺乏。而家把你從你而嚟嘅獻金獻給你，係理所當然嘅。求你嘅愛激勵我哋，使我哋都要按你嘅心意，好好使用你嘅託付，讓我哋都係做一個好嘅管家。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聖名，阿門。大家請坐。跟住我哋有公禱嘅時間啦。今日我哋為咗戰爭經濟同埋最近有啲好嘅消息，就係英國好多嘅年輕人都開始翻去教會，同埋我哋堂會本身有一啲home group 嘅變革啦，同埋嚟緊嘅 Alpha Course。請大家低頭靜默一下先，安靜一下。慈悲仁愛天父，感謝你每次都供應一個咁好嘅地方俾我哋，讓我哋真係可以好安舒嘅去敬拜你，去服侍你。慈悲仁愛天父，我哋亦同時將呢個破碎嘅世界擺到你嘅施恩寶座面前，求你真係能夠止息世界嘅戰爭，特別有啲好大嘅戰爭，好似烏克蘭同埋中東嘅戰火，令到好多無辜嘅百姓都生靈塗炭，冇咗居住嘅居所。主要讓你真係可以感動一啲領袖啦，讓佢哋真係可以用和平取代仇恨，去將呢個戰事去平息。天父啊，亦讓你真係可以喺全球經濟而家較為動盪，貿易衝突又四起嘅時候，我哋真係將你擺上，將呢啲事情都向你擺上。主啊，讓你真係能夠讓各國個元首咧都係以公義嘅管理資源，同埋真係可以令到貧窮人得到溫飽。主啊，願人在苦難中都尋見你，因為你先至係避難所。主啊，最近我哋喺英國亦聽到一啲消息，係好多年青人翻到去教會，而翻到去教會嘅數目都係增加。主啊，我哋真係知道你喺英國年青人中動工，我哋真係獻上感謝。主啊，你睇到呢個世界，特別喺年青人呢個世代，佢哋心靈飢渴，佢哋揾緊佢哋生命嘅意義。主啊，亦讓你真係可以俾智慧教會。主啊，我哋真係知道教會若果停留喺舊有嘅模式，都係無法栽下你賜嘅新酒。主啊，願你真係賜智慧俾你喺教會嘅牧羊人啦，讓佢哋真係見到年青人嘅需要。願年青人真係佢哋可以將教會成為佢哋屬靈嘅家，而唔係短暫停留嘅避難所。主要喺呢度，我哋亦將教會我哋入邊有啲變革啦，我哋係會有 home group 嘅成立。主要讓我哋真係能夠將 home group 向你擺上，讓你真係賜一啲有智慧嘅領袖去每一個小組，讓佢哋有一個敏銳嘅心，讓佢哋真係懂得聽組員嘅需要，同埋同組員一齊喺屬靈上建立一啲嘅關係，喺主內建立一啲嘅關係。求主你真係可以讓每一個小組成為生命嘅分享啦，屬靈嘅建立，甚至成為一個好小型，佢哋住嘅地方成為一個好小型嘅教會，見證你改變嘅大能，即係讓你真係可以
興起更加多弟兄姊妹嘅火熱，即係透過呢個小組可以將福音帶俾一啲未信嘅人啦，吸引更多嘅人去參加教會。主啊，亦讓你真係可以使用 Alpha Course。嚟緊5月10號，我哋有 Alpha Course，讓你真係可以吸引到一啲真係對真理尋求同埋想認識你嘅人，真係嚟到我哋嘅小 Alpha Course， 讓 Alpha Course 入邊有愛心嘅組長啦，讓佢哋真係能夠聆聽到 Alpha Course 入邊參加者佢哋嘅意見啦，同埋帶領住去討論。亦讓天父你真係藉著 Alpha Course 可以改變一啲尋求者嘅佢哋嘅生命。天父喺呢度，我哋真係好希望你嘅國嚟到呢個地上。求你真係繼續使用我哋，成為你合心意嘅器皿，同埋建造合你心意嘅教會。主啊，我哋嘅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義祈求，阿門。跟住我哋請阿 May 姊妹為我哋讀出以下經文。今日讀出嘅經文係創世記39章1節23節。約瑟被帶下埃及去，有一個埃及人是法老的內臣，護衛長波提乏，從那些帶下他來的以實瑪利人手下買了他去。約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華與他同在，他就百事順利。他主人見耶和華與他同在，又見耶和華使他手裏所辦的盡都順利。約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侍候他主人，並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務，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裏。自從主人派約瑟管理家務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華就因約瑟的緣故賜福與那埃及人的家，凡家裏和田間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華賜福。波提乏將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約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飯，別的事一概不知。約瑟原來秀雅俊美。這事以後，約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給約瑟，說：你與我同寢吧。約瑟不從，對他主人的妻說：看啊，一切家務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裏。在這家裏沒有比我大的，並且他沒有留下一樣不交給我，只留下了你，因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作大惡得罪神呢？後來他天天和約瑟說，約瑟若不聽從他，不與他同寢，也不和他在一處。有一天，約瑟進屋裏去辦事，家中人沒有一個在那屋裏。婦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說：你與我同寢吧。約瑟把衣裳掉在婦人手裏，跑到外邊去了。婦人看見約瑟把衣裳掉在他手裏跑出去了，就叫了家裏的人來對他們說：你們看，他帶了一個希伯來人進入我們家裏，要戲弄我們。他到我這裏來，要與我同寢，我就大聲喊叫。他聽見我放聲喊起來，就把衣裳掉在我這裏，跑到外邊去了。婦人把約瑟的衣裳放在自己那裏，等着他主人回家，就對他如此說：你所帶到我們這裏的那希伯來僕人進來要戲弄我。我放聲喊起來，他就把衣裳掉在我這裏，跑出去了。約瑟的主人聽見他妻子對他所說的話，說：你的僕人如此待我，他就生氣。
把約瑟下在監裏，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於是約瑟在那裏坐監，但耶和華與約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司獄的眼前蒙恩。司獄就把監裏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約瑟手下，他們在那裏所辦的事，都是經他的手。凡在約瑟手下的事，司獄一概不察，因為耶和華與約瑟同在，耶和華使他所作的盡都順利。經文讀畢。今日我哋有張浩良牧師為我哋證道，個講題係讓心理輔導員失去工作的約瑟。我一齊祈禱，用我哋口中嘅言語，我哋心裏面嘅意念喺上帝面前咧，係蒙上帝嘅悅納。祈禱交託，用我主耶穌名字而求，阿門。我想問一下大家，有邊一個係曾經揾過心理輔導嘅弟兄姊妹，即係真係專業心理輔導幫過你嘅弟兄姊妹嚇？你生命當中有冇人係有呢個需要嘅？我承認先，我有2次嚇，我人生有2次係尋求專業心理輔導幫我，因為解決唔到啲問題。有冇人舉手？有啊，唔係好多啫喎嚇，咁少啊？再舉一次啊，多啲啦，今次大家嘅勇氣。其實有冇人係做心理輔導呢度？係專業做輔導啊，即係社工類呢一類工作嘅弟兄姊妹有冇啊？有冇人係專係幫人做呢個工作嘅人啊？冇，我哋成日教會冇。咁我就安心講今日，因為如果唔係得罪你哋嘅工作啊。我唔係要得罪任何嘅行業嘅人啊，因為但係約瑟嘅故事就令人好驚訝㗎嚇，因為你會讀到好多好奇怪嘅嘢，譬如即係上個禮拜明傳已經講咗啦，其實嗰段經歷係好困難嘅，被兄弟出賣係咪？又被賣咗去埃及，跟住咧又一次又一次，原本以為自己係有機會爬上去，又俾人踢翻落嚟係咪？即係一次又一次。你發覺即係打沉你嘅生命嘅，好容易去諗嘅。但係你唔係好讀得到約瑟嘅裏邊係有呢樣嘢。原本你要查一樣嘢，結果都唔記得查。我印象之中即係呢個要查，因為約瑟喊都好緊要，係同弟兄相遇。你讀前面咧唔係好讀到約瑟喊呢樣嘢嘅。咁約瑟嘅生命係咪真係冇呢個尋求輔導員嘅需要咧？嚇，點解佢可以咁勁㗎啦？嚇，可以唔需要？即係你唔係即係如果係我哋，即係可能已經就已經唔知去咗邊啦，係咪都已經企唔翻起身？但約瑟嘅生命係有啲好特別嘅嘢嚇，我哋嘗試從經文去探討，到底上帝係點樣與約瑟同在，點樣喺佢裏邊做咗啲工作，又或者轉翻轉頭，約瑟嘅生命有咩特點，令到上帝揀選佢去成就呢個計劃，以至今日呢個題目係 work 嘅，即係可能喺約瑟嘅世界裏邊咧，上帝同在係足夠去幫佢去尋求即係能夠解決啦。我講2次，我自己有心理輔導下，但係更重要係我哋一生係依靠上帝啊，所以心理輔導嘅幫助同上帝嘅同在係可以並存嘅 ，OK 嘛？唔一定要兩者取其一嘅。不過喺約瑟生命裏邊咧，就好明顯上帝嘅同在係非常非常明顯啦。首先我睇下約瑟嚇，即係舊約當中最有耶穌影子嘅人物咧，大概就係約瑟嘅啦。你點問都應該係最似係耶穌嘅。從受難嘅角度嚟講咧，首先佢係被兄弟出賣、被嫉妒啦。咁耶穌基督係被猶大出賣啦，亦都被即係俾佢嘅門徒即係唔認佢啦嚇。跟住咧好無辜嘅，但係佢成為階下囚。耶穌基督亦都係走過呢一段路啦。佢一生係受苦嘅，但係一路依靠上帝。耶穌基督都係咁咯，約瑟都係咁。同埋咧就即係佢最後咧被升為至高啊，埃及至高嘅，僅次於法老。咁我哋嘅上帝哈，耶穌基督哋被升為至高喺父神嘅右邊啦。跟住咧佢最重要就係拯救咗以色列全家，令到佢免於饑荒。咁耶穌基督亦都透過佢生命拯救我哋。所以舊約裏邊，無論從受苦又好，無論講依靠上帝又好，無論講被高舉又好，無論講佢嘅拯救行動又好，啊，無論佢嘅生命遭遇嗰種被出賣，都係同耶穌基督好相關嘅。甚至即係你會覺得啊，你話要預備耶穌基督咧，呢個耶穌嘅人物可能就係最似嘅嚇，都應該係唔會無出其右。因為每個人都有嘅，摩西都有啲嘅嚇，唔同嘅人都有啲同耶穌嘅元素，但係能夠一生裏邊概括耶穌基督嘅生命嘅元素，大概約瑟係最能夠明白。好啦，如果你明白約瑟係被揀選嘅，因為在創世記15章咧已經講咗呢樣嘢㗎啦。當上帝同亞伯拉罕立約嘅時候咧，
就話俾亞伯拉罕知咧，將來你哋係要全家落埃及嘅400年之久。當然呢個冇講到埃及啦，即係後約必寄居別人之地啦。但我哋知道呢個寄居別人之地就係埃及啦。跟住咧就係呢個係立約嘅時候啦，已經係發生㗎啦即係仲未獻以撒，上帝已經係講咗呢樣嘢㗎啦佢哋係要寄居別人之地，只不過要揾一個人能夠帶佢哋落去以色列嘅啫。好明顯呢個人係邊個啊？邊個呢個人啊？邊個係上帝揀選嘅人，將以色列民帶落去呢個家族啦，或者仲未係以色列民嗰陣係亞伯拉罕嘅家族帶落去埃及嘅？約瑟係咪？因為好明顯就係佢自己講啊嘛，佢係為你哋預備嘅嘛，有一日係咪？即係所以好明顯喺故事裏邊，儲喺創世記15章，上帝係命定呢樣嘢發生嘅。以色列嘅家族亞伯拉罕嘅家族係要落到去埃及甚至一日以200萬人嘅人口出翻嚟嘅。OK，咁當然即係呢個人係約瑟啦。咁約瑟到底生命有咩特點能夠俾上帝睇中啦？嗱，調翻轉頭，上帝點樣與約瑟同在？令到佢嘅生命呈現咗一種面貌係與別不同嘅。嗱，呢樣嘢係冇矛盾嘅。一個人嘅生命嘅特質，即係或者同上帝相處嗰種佢嘅優秀嘅地方啦，同上帝揀選佢嘅原因，同上帝幫助佢，其實唔一定有矛盾，OK 嘛？因為一個人之所以呈現佢嘅面貌，其實係有上帝嘅工作，亦都有自己嘅回應嘅。我哋唔需要分開唔能夠完全分開嘅。但係約瑟生命當中，明顯係有啲嘢係覺得上帝係將呢個使命交俾佢係穩妥。咁喺今日故事裏邊咧，就俾我哋睇見原來約瑟係有啲好特別嘅地方，係乜嘢嚟？我哋一步一步睇下。好啦，咁首先就係即係約瑟落去埃及咧，就一定係有上帝嘅工作噶啦。但我哋要留意創記37章咧，其實冇提到上帝嘅名嘅，但係上帝嘅工作咧就處處喺當中嘅。舉例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就係即係有人。呢個人咧就多管閒事嘅，就如果呢個人冇出現咧，約瑟就應該，我假設大家應該都對約瑟嘅故事OK 嘛？如果大家都唔熟咧，就即係翻去補一補下，因為即係稍微快少少。咁呢個人咧就出現係喺一個地方跟住咧就即係指迷津俾約瑟嘅。咁約瑟當時去揾佢哥哥啦，唔見咗喎，跟住話俾知佢哋去咗多單嘅地方跟住咧就去啦。咁嗰個人係邊一個咧？呢個人又好似等約瑟嘅喎，呢個人咧又就亦都指出路俾約瑟去嘅喎。呢個人係轉接位嚟嘅。如果冇遇到呢個人咧，約瑟大概就翻屋企㗎啦。OK 嘛？就翻希伯倫㗎啦咁呢個人係好似企喺度等約瑟嘅。嗱，呢個人咧有啲聖經學者咧就描述成為同雅各摔跤當天晚上亦都有一個人，記得嗎？那人同雅各摔跤，嗰個人咧又出現咗喺某個位置咧，去轉接咗雅各嘅生命。好似雅各同埋約瑟嘅生命當中咧，都有某人出現。呢個人係冇名嘅。咁如果你將兩個人都等同埋一齊咧，其實呢個係上帝自己嘅作為嚟嘅，係佢哥哥走咗啦，上帝指明係，如果唔係唔需要記載呢一段。咁咧所以其實上帝嘅 fingerprint 咧，其實一路都係上帝嘅手印咧，都係37章出現嘅。雖然冇提過上帝嘅名，好簡單就係連個夢係邊個夢俾約瑟呢個夢㗎？上帝係咪？因為創世記裏邊，特別係約瑟故事裏邊，所有嘅夢境都係上帝嘅作為嚟嘅。OK， 呢個而且個夢境裏邊嘅係將來會發生嘅，係咪？就係佢嘅哥哥會向佢下跪啊嘛，係咪？呢個就係個夢境裏邊，邊個俾個夢約瑟㗎？上帝係咪？即係為咗上帝先有咁嘅作為嘅啫。所以透露俾約瑟，話俾佢知將來要完成嘅嘢，其實係上帝自己工作嚟嘅。所以嗰個人係好出現嘅，好重要嘅。約瑟之所以揾到哥哥，係講呢個人。亞伯拉罕嘅應許之所以能夠實現咧，因為呢個人轉咗個方向，令到個應許能夠實現。OK 嘛？呢個人唔出現，或者呢個人唔做佢嘅工作，咁約瑟就落唔到去揾個哥哥啦。咁就冇後邊出賣約瑟嘅故事啦。OK， 賣佢哥哥賣佢嘅故事啦。咁咧，如果冇呢個人咧，創世記就轉唔到落出埃及記咯。因為創世記裏邊咧就唔知點樣落去埃及咯喎。最後咧約瑟好安靜嘅生命咧，因為呢個人咧被打破，約瑟嘅生命咧就塌咗落嚟嘅。嗱，唔塌咗嘅生命咧，你淨係見咗一個咧天真無邪嘅約瑟，你淨係見咗一個乜嘢啊？即係同哥哥講佢個夢，好似冇乜 boundary 啊，即係有點兒即係唔係好識人情世故嘅約瑟係咪？但係當佢被賣呢個人出現，令到佢遭遇咗人生相當大嘅痛楚，被出賣，見唔到佢嘅父親之後咧，
甚至係被賣成為奴僕，甚至一次又一次成為家下之囚啦，甚至家下之囚咧都被糾正佢哋唔記得咗佢啦，全部都係考驗緊約瑟嘅生命。只有當天塌咗落嚟咧，約瑟嘅生命嘅特點咧先能夠被顯露嘅。OK 嗎？所以發覺呢個人係好重要，呢個人係好似對約瑟嚟講咧，係將佢生命裏邊嘅煉成一個好重要嘅中介嚟。就正如呢個故事，所以呢個人嘅角色係好似好簡單，俾約瑟遇到就產生後面嘅故事。所以上帝有冇喺37章有冇參與到上帝即係賣約瑟個故事裏邊？雖然好明顯係佢哥哥係主要嘅責任啊，係咪？但上帝有冇工作㗎？其實有工作過 ，OK 嘛？能夠接受到嗎？上帝有工作過。嗱，我可能如果呢個唔係你諗法咧，就好好地去研經啊，打破你嘅諗法，因為冇問題嘅。上帝工作係咪？因為上帝好明顯就係要乜嘢啊？定義約瑟受苦嘅，就好似耶穌基督咁樣嚇，定義要佢受苦嘅。因為呢個受苦嘅過程，亦都正正係一個拯救嘅過程。所以點解耶穌基督嘅生平同約瑟係好容易連埋一齊嘅？定義要佢咩啊？交到敵人嘅手中。耶穌基督約瑟亦都定義要將佢咩啊？被賣到埃及。呢個人係喺呢個位扮演呢個功能，令到被出賣呢件事係發生嘅，喺上帝佢救恩計劃裏邊一部分，可以嗎？所以約瑟係同以賽亞書裏邊講受苦嘅好有連接嘅，係上帝要考驗，亦都令到約瑟嘅生命呈現出佢應該有個面貌。OK 嗎？呢個係即係37章要講嘅嘢嚇。好啦，所以即係37章隱藏嘅上帝，到39章咧就完全唔隱藏啦。39章一讀嗰時候咧，你發覺哇，突然間成個另外一個講法，上帝嘅名不斷出現嘅。短短前面嘅6節裏邊咧，就已經係乜嘢啊？不斷提到咩啊？耶和華與約瑟同在，耶和華與上帝係深度介入喺入咗埃及之後嘅事嘅。咁上帝嘅工作當然唔會淨係入埃及之後先發生啦，上帝嘅工作亦都係出入埃及之前已經發生啦。嗱，耶和華與佢同在，耶和華與佢同在，提到5次。呢個同在亦都令到佢主人波提乏咧係睇得好清楚。咁實際上後邊都係即係包括即係比夢法老啦，邊有工作啊？約瑟冇能力比夢法老嘅係咪？約瑟更加冇能力令到咩啊？7年荒年、7年豐年能夠發生嘅係咪？呢一切都係上帝嘅計謀、上帝嘅策略、上帝嘅旨意成就嘅。OK， 係同意嗎？一定同意啦，係咪？約瑟係冇呢個能力嘅，唔可能令到個夢實現嘅，亦都唔可能將個夢預報俾法老啊。約瑟能力係乜嘢啊？解個夢嘅啫。約瑟嘅能力係乜嘢啊？能夠令到管理嗰啲糧食嘅嘢，但約瑟係冇能力令到個天氣變成。所以上帝嘅作為係非常非常明顯嘅。所以我哋話約瑟係被揀中帶入去埃及嘅人，帶領佢個家族係一定冇錯，因為連佢哋重新同哥哥相遇嘅時候咧，約瑟自己總結嘅生命都係咩啊？你唔好內疚，唔係你哋賣我嚟嘅。我哋而家睇得清楚係咩啊？係上帝將我哋帶嚟，為咗拯救大家。OK 嘛？所以係上帝嘅作為嚟嘅。上帝係逐步逐步引導事情發生嘅。只不過係即係37章唔明顯，39章非常非常明顯嘅。你突然間聽到啦，37章、39章中間仲有38章，38章非常重要嘅。因為38章點解無端插猶大呢邊係有關係嘅，我而家會講少少。如果唔係咧，你就唔係好明點解會突然間38章無端端去咗猶大嘅故事一部分。但 anyway 就係即係上帝係即係約瑟係俾嗰位選中，能夠帶你成個家族入去埃及嗰位人物嚟嘅。嗱，5次提到耶和華與約瑟同在，咁我哋就會問啦，點樣同在咧？喺個內心裏邊啦，或者喺外在裏邊體現咧？嗱，從經文嘅面貌嚟講咧，首先呢個係一個畫外音嚟嘅，係講俾讀者知嘅。你讀經就要留意，呢個唔係講俾即係唔係講俾約瑟知嘅，係講俾我哋知嘅，得唔得？耶和華與約瑟同在，唔需要同約瑟講，同我哋講嘅。係啦，跟住咧波提乏睇得見咧就係咧，亦都唔係上帝啟示俾你聽嘅 ，OK 嗎？係佢領受嘅，佢體會到呢樣嘢嚇，就係約瑟點樣體會咧？係乜嘢啊？百事順利，盡都順利。OK 嗱，呢個體會得到嘅，管理啲嘢咧，全部都咩好興旺嗱。呢個嘢咧就顯明神明咧係與約瑟同在，係透過呢啲外在嘅嘢。但係對我哋嚟講咧，我哋就知道係咩啊？
係上帝講俾我哋聽，我哋唔好擔心。點解我哋會擔心咧？因為37章咧，其實冇提上帝嘅。好咧，我哋會以為讀者我哋啦，我哋可能唔知道上帝存在嘅，唔知道上帝參與嘅。咁咧，亦都唔會明白嚇，或者係其實參與出賣約瑟嘅故事裏邊咧，上帝係仍然與約瑟同在。所以好快39章咧就提醒我哋，上帝係仍然與約瑟同在嘅，唔好擔心咁多，講俾我哋聽 OK 嘛？好啦，但係咧就嗱，你唔會讀得到約瑟嘅故事裏邊咧有咩上帝嘅同在有咩異能啊？嗱，除咗有異夢啦，但係呢個後邊嘅故事啦，你都冇見到有咩神蹟奇事啦嚇。當然有冇超自然啟示咧？喺後邊報夢嗰度有嘅 OK。但係喺柯提弗呢一段咧，甚至監獄呢一段咧，都係冇講到係有咩神蹟奇事嘅。咁咧就即係同我哋今日係好比較似嘅。今日我哋經歷上帝嘅同在，大部分嘅弟兄姊妹都唔係乜嘢啊？一起身有異象係咪？但係你會唔會知道上帝與你同在啊？你會知道係咪？點解你會知道？因為你生命當中有啲嘅作為，有啲嘢發生，你裏邊係有啲嘅體會，或者你裏邊你經歷到嘅嘢係唔係上帝嘅作為，唔係上帝同在咧，係唔會咁樣發生 ，OK 嘛？嗱，呢個係好重要、好重要嘅嚇。咁咧喺約瑟嘅裏邊咧，約瑟之所以體會知道唔係上帝同佢講，我哋要同在，係因為佢見到佢咩啊？盡都順利，盡都喺主人面前蒙恩。同埋佢嘅管理效果大大超出佢嘅能力範圍，得唔得？啊，呢個係上帝同在，所以約瑟係好安心或者好捉住呢啲好細微嘅嘢嚇，就知道上帝冇離開佢嘅。OK 嘛？雖然佢經歷過一啲好大嘅苦難，經歷一啲好大嘅一個困難，你要明白其實約瑟被出賣嘅過程咧都係好順利嘅。你有冇諗過其實約瑟被出賣都好順利嘅？即係。突然間有班商人路過，將佢帶咗去，係咪？佢原本要殺佢噶嘛，嗰班商人亦都無緣無故。嗰個乸人嘅出現又係無端端好順利，企喺嗰度話俾佢知係咪？好順利喎，係咪啊？你明唔明我講乜嘢啊？你要講順利嘅話咧，其實約瑟被賣都好順利嘅喎。啱啱有個 idea 啊要賣咧，跟住咧就有一班嘅商人路過啦，唔知點處理咧 ？OK 嗎？跟住有邊個即係阿劉辯趕翻去咧？就已經完成咗件事啦，賣咗啦，係咪？如果劉辯早啲到，就賣唔到約瑟噶啦，係咪？嗱，所有嘢都唔係人能夠控制，所有嘅嘢都係非常順利嘅。嗱，所以有時候我哋要面對一個難題啦，即係譬如我哋即係最近弟兄姊妹好多困難啦嚇，即係都即係弟兄姊妹有啲病啊，甚至可能有啲親人去世啊，我哋都喺當中我哋會見到，我哋會問一個問題，即係當我哋遇到呢啲咁困難嘅，譬如疾病嘅時候，但係你睇醫生嘅過程好順利喎。OK 嘛，係咪啊？即係點頭啦，好多人點頭啦。睇醫生，你會唔會捉住睇醫生好順利？甚至你喺病房裏邊咧發揮功能，祝福到人咧，你就認定上帝嘅同在咧？還是你會發覺點解我咁不幸？我會係屬於咩啊？病嗰群嘅人咧？好在乎你點樣去睇上帝嘅同在，得唔得？即係有啲嘅人就係有一種能力係或者能夠分辨喺困局當中，佢唔會 focus 喺困局嘅，佢睇見困局當中上帝嘅恩手仍然係幫到佢。就係呢個位令到佢捉住啦，係你嗰個判斷，係你嗰個人生嗰種嘅信任嗱，呢個係非常非常重要嘅，因為即係有時候喺你自己嘅困難當中，每一次我哋自己遇到好大嘅困難嘅時候咧，你好多時候都係忘記咗上帝嘅同在嘅，但你發覺有啲人嘅出現係唔會出現喺嗰度嘅，我都係講翻即係我又宣傳下，你知我最中意做宣傳嘅，我哋呢個禮拜5晚咧就會請咗即係邦尼區嘅好重要嘅一個Hong Kong U 嘅老師教呢個即係幫你睇呢個即係少年運動時啦嚇請佢教啦，因為佢係 Hong Kong U。咁點解呢個人係咁重要咧？即係因為即係呢個人係好熟嘅同我哋屋企。點解咧？因為就係佢搬咗我屋企隔離附近居民。咁佢嘅出現就成為3年前我個女病嗰時候嘅私人老師。即係你好難請到個 Hong Kong U 嘅一個心理學嘅老師嚟到做你個人輔導嘅，即係喺 face to face 一有問題咧就打電話俾佢啦，一有問題咧佢就喺現場幫我哋嘅。係佢同我講一句好重要嘅説話，係我記住嘅嚇，捉得好實嘅。呢句説話我唔知點樣講俾大家知嚇，不過即係我都唔介意講，因為都過咗幾年。佢就講一句説話，因為我女當時有 self harm 同埋有 eating disorder，佢話 self harm 係最唔重要嘅。你唔好咁介意 self harm 呢樣嘢。
明唔明啊？原來喺佢嘅分析裏邊，呢個係最末嘅嘢嚟嘅，要處理嘅係優先其他 mental 嘅問題。佢叫我唔好 focus 嗰度。嗱，唔係佢講咧，我唔信㗎，明唔明啊？你明唔明啊？即係作為一個父親，你最容易睇見係 self harm 呢樣嘢，其他啲嘢你唔會覺得咁嚴重。OK 嘛？瘦得好快，醫生話有生命危險啦，因為瘦得太緊要啦，太快啦，你唔會覺得好大危險。但係 self harm 呢樣嘢好明顯，所以好痛嘅作為父親。我親手抱住佢，即係白白淨淨嘅女仔，係咪變成咁？但係佢同我講呢句説話，佢話咩啊？你唔好 care 太多。跟住有一次我同個女傾啦，如果你 self harm 嘅時候咧，即係我唔係認同嘅行為，就不如你唔好揾啲咁利嘅啦，冇咁利都 OK。即係我係去到咁要，其實唔係好同意嘅嘢嚟。但係因為明唔明啊？去到呢個位，我咁同佢傾，因為我知道佢裏邊有啲情緒出嚟。我唔係專業，我亦唔係鼓勵大家去處理嘅問題。我想話俾大家知我自己經歷嘅嘢嚇，所以係幾年前我哋好困難，但係呢個女士嘅出現，卻係令我哋家庭嘅祝福。咁就亦都好熟，因為成為呢個幫助者嚇。咁就係冇嘢偶然嘅問題，你係咪捉住呢一個人嘅出現，而唔 focus 喺乜嘢？你家庭遭遇嗰個大難得唔得？明唔明我意思啊？即係你捉住啲好細嘅位，我同我老婆成日都講，即係呢個人係幫緊我哋，救咗我哋嘅。你揾唔到，你香港即係你俾2000蚊一堂咧，都揾唔到呢啲人，明唔明啊？係揾唔到呢啲老師級嘅人物嚟嘅。即係以前我哋都揾過心理輔導，都係好 junior 嘅人嚟嘅啫。即係咁樣級數嘅人咧，真係2000蚊都揾唔到嘅人嚟嘅。仲要係你屋企嘅鄰居，即係隨時可以揾到佢，嘢嘢都可以揾到佢幫手。呢啲咪就係上帝嘅作為啦，上帝同在嘅確據啦。OK 嗎？問題你捉喺邊一度？你捉住呢個位咧，你就唔會放大其他啲難題。你放大呢啲難題嘅話咧，呢啲位咧就變成理所當然嘅啦。OK 嗎？我哋要捉住上帝嘅同在，俾我哋面對我哋生命當中嘅一啲嘅難關。所有嘅嘢都係上帝嘅考驗嚟嘅。點解會係上帝嘅考驗咧？咁啊，即係我講完啦，即係説文當時有個介紹嘅老師嚇，咁就即係點解約瑟會令到輔導員失去工作咧？約瑟點解能夠負重前行咧？即係上帝嘅同在。對約瑟嚟講，上帝同在係好重要嘅。但係雖然係上帝同在，但係都係一個試煉嚟嘅。點解會係一個試煉咧？你發覺成個 setting 好得意喎。你讀經文嘅時候咧，你會見到一樣嘢，一切都交到喺約瑟手中，除咗一樣嘢冇交到上帝手中，係咪？你會諗起邊一段經文啊？曾經有一次創世記裏邊嘅經文，又係咁嘅喎，乜嘢都交到佢手中，唯一一樣嘢唔交唔可以做嘅就係咩啊？園中樹上所有果子都可以吃，唯有一棵樹果子唔可以吃，係咪？而家一樣個 setting 得唔得？一樣嘅喎，所有嘢都交咗，你唔會遇到咁樣個老闆嘅，乜嘢都唔知道㗎。波提乏咩都唔知道，記唔記得？OK 嘛？但係咧，乜都交晒俾佢個僕人。嗱，成個 setting 係讓我哋進入咗創世記嘅故事嘅，所有嘅嘢都可以交俾約瑟嘅，除咗一樣嘢唔交俾佢。嗱，你會讀到呢一段咧，就好容易諗到創世記另外一個故事。所以今日個故事咧，唔係淨係一個情慾嘅故事嚟嘅，係一個權力嘅故事嚟嘅。當你有權，好大嘅權喺呢個家庭裏邊，好大嘅權柄 ，OK 嘛？你會唔會出軌咧？你會唔會越過上波提乏俾你嘅權柄，做一啲得罪波提乏嘅嘢咧？呢個同創世記裏邊人係被賦予好大嘅權柄一樣嘅。萬物樹上果子都係唯有呢一棵，你會唔會越界咧？嗱，呢個係上帝對人嘅試煉嚟嘅。唔好再問呢啲問題，上帝點解會放棵樹喺度善人一禍啊？上帝就係要放一棵樹喺度咩啊？考驗我哋，因為我哋係有責任去聽從上帝嘅説話，上帝嘅吩咐。我哋係有責任，上帝有權試煉我哋嘅。我哋有責任去完成上帝試煉當中嘅時候，我哋係咩啊？遵於上帝嘅吩咐。上帝既然吩咐，我哋就要聽㗎啦。OK 嘛？嗱，正如一樣，波提乏係一切都交俾佢。咁約瑟會唔會越界咧？約瑟會唔會喺呢個試煉當中顯明其實佢生命嘅質素唔夠好，以致佢都係犯罪，跳咗落個罪嘅漩渦裏邊啦，同波提乏嘅太太就有啲不正當行為啦。嗱，約瑟係冇嘅，即係約瑟喺個試驗當中佢冇濫用佢嘅權力嘅。OK 嗎？呢個非常重要一點啊！約瑟係其實係個試探嚟嘅，成個試煉嚟嘅，好清楚話俾大家知係一個試煉嚟嘅，要考驗約瑟嘅生命係咪足夠去達到一個能夠俾上帝大大使用嘅生命。呢個就係嗰個經歷嘅嘢啦。好啦，第二樣嘢我哋要問啦，其實波提乏係咪真係咁愛個老婆咧？你有冇留意其實波提乏話屋企所有嘢都交到你手中啊？除咗乜嘢啊？除咗食飯喎。
食飯呢樣嘢冇交到佢手中，唔係個老婆冇交佢手中喎。佢老婆唔交佢手中係約瑟講出嚟嘅，好嗎？唔係約瑟講，唔係波提乏講。波提乏係乜嘢啊？一切所有都交到波提乏，將一切都交到約瑟手中，除咗食飯。即係食飯比老婆重要咯，對波提乏嚟講。嗱，經文係咁解嘅，係咪？即係點解佢唔交食飯俾約瑟手中咧？我哋唔係好知啊，不過有個可能性，即係大概啊，即係唔係要貶低我哋中國人，大概唔會將你屋企嗰餐飯交俾一個英國人，係咪？明白啦嚇，即係佢哋煮唔出我哋嗰啲口味。嗱，可能係口味嘅問題，你知道即係始終佢再能幹，佢再叻，佢都係一個咩啊？外人嚟自大河嗰邊嘅，佢識唔識煮出馬來西亞嘅嘢食啊？煮唔到啊嘛，係咪？佢識唔識煮出中國口味嘅嘢咧？可能唔得啊，係咪？即係正如我哋煮俾外國人，佢都唔啱口味嘅，係咪？我哋整一啲嘢食，以為大餐，結果外國人都係要咩啊？Fish and chips 係咪？即係你發覺嗰啲係大餐嚟嘅。有時候呢啲係好口味性嘅嘢嘅，好明顯波提乏對個口味好關心，係咪？佢覺得佢咪食嗰餐咁辛苦工作翻嚟嗰餐咧，一定要有咩啊？斬料有叉燒先得嘅。結果咧，好明顯咧，約瑟係整唔到叉燒出嚟嘅，所以佢就唔俾佢管飲食啦，得唔得？接受到呢個講法嗎？嗱，所以即係對波提乏嚟講咧，食咩落肚係至少重要過老婆喎。喺呢個刻裏邊嚇，就當然即係其實波提乏對妻子嘅愛有幾高咧，我哋好難判斷，但係似乎喺呢個位聖經上邊我哋知，其實佢唔係真係咁啊。嗱，另外一個好重要嘅咧，就係點解波提乏咁嬲咧？嗱，波提乏咁嬲咧，就係聽見佢老婆講你嘅僕人咁樣對我咧，佢就生氣咧，係因為你對我係因為個僕人啦，咁就碰到波提乏條紅線，其實係咩原因咧？我哋要翻經文好冇？我哋經文原來係有講俾我哋知，有時我哋冇留意。原來咧呢個女人係好厲害，佢扭曲得好緊要將件事。你諗下佢點講嘅嚇？即係將波提乏帶到一個困境當中，令到波提乏一定要懲罰約瑟，其實係佢老婆嘅嚟嘅。嗱，明件事係 set up 嚟嘅，成件事係一個咩誣告嚟嘅。但佢點樣誣告係好犀利嘅喎？佢點樣誣告約瑟㗎？佢首先叫晒全屋企啲僕人嚟，同嗰啲屋企嘅僕人講，首先要唔要其他僕人參與啊？其實唔需要僕人參與係咪啊？明唔明啊？你叫啲僕人嚟做乜咧？佢點講啦？你哋睇，你哋嘅主人啊，帶咗個希伯來人翻嚟啊，戲弄我哋啊！首先我們其實同啲僕人有咩關係啊？約瑟有冇戲弄其他僕人啊？約瑟有冇戲弄其他僕人啊？冇啊，係咪？而家問題全部出咗喺約瑟同呢個女人之間㗎嘛。但係呢個女人點講啊？佢戲弄我哋啊，就將呢一個嗱，第一樣嘢就戲弄我哋啦。第二樣嘢佢講約瑟嘅時候咧，有冇提約瑟係一個僕人啊？呢個希伯來人入到我哋家裏邊戲弄我哋，有冇提約瑟係僕人啊？點解唔講佢係僕人啊？因為佢對住僕人講嘢啊嘛。如果約瑟係個僕人，咁呢班其他僕人就會覺得，即係連我都有份啦，係咪？明唔明啊？所以佢就唔提僕人呢個字咯，淨係希伯來人啫。好有技巧，見到嗎？因為如果佢係約瑟嘅僕人，其他僕人就唔會撐呢個女人㗎啦。因為等於打晒所有僕人啊嘛，僕人都係壞人啊嘛。跟住第二樣嘢就係，其實呢班僕人係冇參與嘅過程當中嘅 ，OK 嗎？都拉埋落水。第三樣嘢咧，佢嘅控告其實唔係控告希伯來人嘅，係佢帶咗希伯來人。個責任喺邊個度啊？個責任喺邊個度啊？喺波提乏度喎，見唔見到？佢帶咗希伯來人嚟欺負我哋啊！邊個唔啱啊？個老闆唔啱，個主人唔啱，得唔得？成班僕人咧群情洶湧啦！哇！呢個外人嚟嘅，唔係我哋民族嘅，又唔係我哋僕人身份嚟嘅，佢係老闆嘅錯。所以當老闆一翻嚟，老公一翻嚟，佢就講咯：你帶翻嚟我哋當中嗰個咩咧？希伯來人咧，僕人啊！呢次講僕人啦，得唔得？第一次冇講僕人，第二次有講僕人嘅。佢戲弄我哋喎，將約瑟嘅身份咧由個主管壓低到咩啊？只係一個普通嘅僕人啫。仲要錯喺邊一度啊？係你帶翻嚟嘅，個錯邊一個錯啊？係你錯，得唔得？矛頭指向邊個？波提乏跟唔跟到呢一段啊？跟到個上下文啊嘛，唔係指向緊約瑟嘅，指向緊波提乏嘅。佢要鬧嘅對象係波提乏，得唔得？係你錯晒，因為你帶佢翻嚟嘅，係你帶個人翻嚟咧，令到啲僕人而家唔高興嘅，屋企亂啦，係你帶佢翻嚟嘅，責任就變咗約瑟度啦，變咗喺波提乏度啦。嗱，通常咧
咁就唔同啦。因為如果波提乏作為家裏嘅主人嘅時候咧，佢首先應該做乜嘢啊？判案係咪？睇下邊個啱邊個唔啱。但係如果變成我責任我錯嘅時候咧，咁佢就聽唔到其他嘢啦。我淨係聽到你話我錯，我就要補救咯，得唔得？我就要補救咯，咁我就一定要做翻啱嘅嘢咯。因為而家推咗我度啦嘛，係我嘅問題啊嘛，就唔係約瑟嘅問題啦嘛，所以佢連查都唔查案啦，得？你見到嗰個女人厲害啦嘛？呢個唔係我講，係拉比講嘅 OK 嘛？我唔識呢啲嘢，不過拉比係咁2000年嚟就話俾你知佢有冇解呢段嘅。OK， 扭曲嘅謀略嚟嘅嗱，所以呢個故事裏邊咧係有權力嘅問題，係有謀略嘅問題嘅。OK 嘛？頭先嗰個權力嘅試探，呢個個謀略嘅問題嚟嘅。呢個女人嘅謀略好犀利嘅，將個問題變成民族嘅矛盾，變成階級嘅矛盾，個責任就落咗波提乏啦。當你覺得你有責任嘅時候咧，你就會做嘢啦，得唔得？你俾老婆鬧你嘅時候咧，你就算唔認同佢咧，你都會做嘢嘅。就算你唔好愛佢咧，你都要為佢做啲嘢，得唔得？係咪咁啊？嗱，我唔係話大家唔愛老婆，不過你明白嘛？你要老公做嘢好容易嘅，你老公愛你好難嘅。你鬧多佢幾次咧，佢就覺得有責任要做啲嘢，但係佢未必真係愛嘅。所以愛唔係咁樣 OK 嘛？愛係另外一個故事嚟，下次講愛嚇，今日唔講兩樣嘢嚇。但係你知道嗱，呢啲關係其實從上文裏邊咧，我哋得個結論，其實波提乏未必同我老婆關係太好嘅。OK 嘛？嗱，當然重點，所以就變成咗而家係我嘅責任，我就要處理翻我錯嘅嘢啦，得？明唔明白？佢係處理翻佢做錯嘅嘢，就將約瑟下監獄啦。OK 嘛？佢唔係為老婆而戰嘅，佢係為自己錯嘅位而戰嘅。OK 嘛？分別得到嘛 ？OK 啦。好啦。嗱，但係波提乏點樣睇件事唔重要，約瑟點睇先反映佢內心。約瑟就話咩咧？我唔能夠做個大惡，我唔能夠得罪上帝。佢好驚自己得罪神。嗱，所以佢喺家嘅教育或者喺大河嗰邊曾經17歲之前接受嘅青少年嘅教育啊、youth camp 啊、嗰啲 retreat 啊、嗰啲乜嘢主日學啊，對佢好大影響 OK 嘛？所以今日我哋青少年事工好重要 OK 嘛？因為影響佢將來。佢一個人嚟到呢時候咧，佢個內心裏邊係對上帝好敬畏。佢話我唔能夠做啲大惡嘅。波提乏點講佢唔關心。波提乏有冇重視嘅老婆唔重要，重要係乜嘢啊？唔代表約瑟唔關心。嗱，約瑟 OK 嘛？約瑟一定要認定佢唔可以得罪上帝，所以佢就講啦：你老公冇將你留下俾我嘅，但係佢老公係冇講過呢句説話，得唔得？老公就話乜嘢啊？煮飯唔關你事嘅啫，得唔得？但係佢就認定老婆咧係唔可以交俾佢。嗱，呢啲係因為佢唔可以得罪上帝嚇。咁佢一個孤獨在外啦，曾經出賣約瑟嘅人咧，冇將個道德底線交俾個環境。有時候道德底線同個環境好有關係嘅，係咪？喺某啲環境之下，你就會好高嘅道德要求。環境一轉嘅時候咧，你就可能會變咗啊！信唔信啊？嗱，所以入大學好危險嘅，係咪？因為入大學嗰時候，原本喺家庭裏邊個環境好好，入大學之後咧，佢離開咗。嗱，呢個都係我自己經歷嚟嘅，即係我唔係到入大學，我係入研究院啦。因為我係由澳門長大啦，跟住我即係澳門信主信得 OK 啦，唔錯啦嚇。咁跟住咧，我就嗰一年裏邊咧就由澳門過香港讀書咯喎。嗰一年裏邊咧，我讀完大學入研究院咯喎 ，master 咯。跟住嗰一年裏邊咧，我就離開我個母會，去咗香港個教會咯喎。就係3樣嘢出問題，同時出問題 ，OK 嘛？因為環境一改變嘅時候咧，香港好陌生對我嚟講，我即係澳門長大嘅，澳門我所有嘢都好明白。香港係好驚嘅對我嚟講，香港個大城市，澳門一個小地方，嗰種恐懼係令到你嘅心係好不安嘅。呢種不安係伴隨咗我10年先慢慢地處理嘅，直至到有一日我香港，我覺得企得穩啦，我就知道即係我唔需要驚啦，因為你要明白即係一個好落後嘅地方。去到個大城市其實好驚，即係好容易係令到自己正常我唔係咁發揮嘅，但係咧去到香港其實好困難，亦都離開個教會好困難，即係所有嘅嘢都係好難 ，OK 嘛？嗱，約瑟都係面對呢啲難題，但係佢有冇將個道德環境、道德嘅底線交俾個環境啊？佢係冇，佢係交翻俾上帝嘅手中。好啦，嗱當然成個問題嘅根源除咗權力之外啦，除咗計謀之外咧，亦都係一個情慾嘅試探嚟嘅。因為約瑟嘅問題咧就係佢衰邊度啊？衰靚仔原來佢，衰靚仔啊！原來容貌上面都係一個原罪嚟嘅。嗱呢個字咧其實用嚟形容拉結嘅，即係佢係盡得佢阿媽嘅真傳 ，OK 嘛？深得係啊，即係同一個原文同一個字嚟嘅，就係同一種。你知道即係真係唔同嘅，兄弟之間都係有十分長短，有啲靚仔冇咁靚仔。約瑟咧屬於靚仔嗰個嚇。咁就被個主人嘅老婆啦，咁咧就即係
咁約瑟一早就有決定㗎啦，就唔聽佢啦，唔聽佢講啦，唔同佢同枕，唔同佢喺埋一齊。但點不知有一日都唔知係咩情況之下，即係屋企冇人喎。咁約瑟咪應該入去嘅啦，其實佢做咗決定啦嘛，唔聽從佢，唔與佢同枕，唔同佢在一齊，單獨相處唔應該發生嘅。結果嗰日都居然單獨相處係咪？嗱，呢個係個真嘅試探嚟喎。經文冇交代點解約瑟做咗決定唔和他在一處，卻係突然之間有一日屋企冇人，佢去辦事咧，就係得佢哋兩個嘅啫。嗱，呢個會唔會對約瑟嚟講都係某一刻裏邊曾經係一個軟弱嘅一刻咧？佢知道唔應該咁做，但係佢都做咗，係入咗去單獨同佢一齊咧，得唔得？嗱，當然約瑟係臨尾係懸崖勒馬嘅 ，OK 嘛，因為佢唔得罪上帝啊嘛。但係會唔會呢個都係俾自己一個試探嘅機會啦？呢個係容許討論嘅嚇。咁就有啲人就覺得係有嘅，有啲人覺得係冇嘅。咁唔緊要，咁就但係咧，最後佢都係即刻逃跑啦，OK 嘛？佢係逃跑咗嘅，咁所以佢係成功地脫離咗呢個試探嘅嚇。咁咧但我相信係真嘅試探嚟嘅，因為始終係少年人係咪？佢係一個廿零歲嘅僆仔嚟嘅啫。呢種試探係即係唔好講，即係就算去到某個年齡都可能有啲人試探，更何況一個咁後生一個人在外嘅一個約瑟咧，其實呢個試探係好真實嘅嚇。咁就即係主人嘅太太將佢投懷送抱啦，咁佢點會冇呢個情慾嘅試探咧？咁但係佢係即係礙於佢唔想得罪上帝咧，佢係走出呢個試煉。嗱，俾翻呢個問題，即係你發覺其實約瑟係好難嘅。首先佢一個人外邊係咪離家已經係好困難嘅？即係你去想像離家之後咧，所有環境唔同晒，你過去嘅 reference point 冇晒，明唔明？即係你原本喺呢個地方知道點樣去做人嘅。但係去到另外一個地方之後咧，你突然間變得好緊要。點解？因為你所有識嘅人都唔見晒 OK 嗎？睇住你大嘅牧師唔喺度，你學校嘅老師唔喺度，你嘅阿爸阿媽唔喺度，你嘅明唔明啊？你脫離晒所有一切嘅環境，突然之間嗰啲嘢跟住你嘅內心，就跟住你走啦。如果啲嘢係嚟自個環境，就跟唔到你走嘅，得唔得？明唔明我講乜嘢？如果你嘅道德水平係跟住個環境走嘅時候咧，環境一變，移民就係我哋大家都係咁啦，係咪？就會好容易令到你咧。真我流露出嚟啦，因為香港咧好多人望住你嘅，咁啊即係外父又冇喺度，所有人都望住你啊，所以你就唔敢做啲唔好嘅嘢。但係移民可能就唔同啦。嗱，但係約瑟唔單止佢離家喎，佢仲係深受傷害喎，係咪？即係被出賣。佢係咪好想知道其實佢嘅哥點解會出賣佢咧？好想搞清楚佢嘅哥點解咁恨佢啦。佢唔係好完全清楚嘅。啊，至少你讀後邊就知道啦。佢唔係好知道流便原來幫過佢 ，OK 嘛？佢唔知道到後邊我哋講。咁一個青年人會唔會都喺情慾當中會有迷失咧？約瑟會唔會濫用上帝俾佢嘅恩典，令到佢順利啊嘛，有權力啊嘛？會唔會濫用咧？我哋知道係冇，但係對約瑟嚟講係唔容易嘅，係咪 ？OK 嘛？咁我哋要講少少38章。點解要講38章咧？無緣無故插38章嘅原因，其實都係同一個問題。原來唔係淨係約瑟離家嘅，猶大都離家嘅。你有冇留意其實猶大係主張賣約瑟嗰個咧，佢自己都離開家庭嘅。原來離開雅各家係兩個人物嘅，一個係雅各啊，對唔住，一個係約瑟，一個係猶大。猶大離他弟兄下去，見到嗎？自己喺外邊成家，自己喺外邊生咗兩個小朋友。佢係離家，佢當段時間唔係同家庭一齊嘅，所以兩個人都係離家嘅。所以約瑟面對嘅試探，猶大都面對緊嘅。約瑟嘅困境都係猶大困境嚟嘅啦。猶大有冇經歷傷痛嘅事情啊？有喎，佢經歷咩啊？佢兩個仔先後過世，係咪啊？兩個仔死咗啊嘛，跟住個老婆都死埋喎，見到嗎？約瑟有冇經歷傷痛嘅事情啊？有，佢被出賣啊嘛，佢好痛苦啊嘛，係咪？啊，雖然經文冇講佢好痛苦，但係好痛苦嘅，我同你講。你見到後邊佢原諒嘅過程咁困難就好痛苦啦 ，OK 嗎？所以其實嗰個係唔容易嘅事情對佢嚟講。好啦，跟住咧，他瑪都經歷傷痛嘅，因為佢嘅丈夫都死咗。咁猶大經歷痛苦嘅時候，佢會做啲乜嘢啊？或者你同我經歷痛苦會點樣選擇人生咧？會唔會放縱自己行為？會，因為我都咁慘啦，會唔會更容易會咩啊？將自己嘅底線放低，會唔會㗎？會嘅係咪？會係咁做啊嘛。嗱，猶大就咁做咯。猶大當佢發覺佢兩個仔過身，佢老婆過身，佢做乜嘢啊？佢就去揾妓女啊！你見到嗎？揾妓女啊！妓女係咩關係嚟㗎？係一個性嘅關係。你發覺原來呢三樣嘢都係約瑟身邊出現嘅：離家、傷痛
同埋情慾，都喺猶大身裏面呈現嘅，見到嗎？約瑟都係面對三樣嘢嘅：離家、傷痛同埋試探。但係猶大點樣做啊？猶大係點做啊？就揾妓女啦嚇，仲要即係咩？跟住所以到有一日嗱，其實他瑪都係有嘅。雖然他瑪做得比佢有義啊，即係比得有義嘅意思就係兩個都差㗎啦，不過好啲嘅咁解得啦。OK 嗎？咁他瑪都係為咗得翻自己權力咧，都欺騙嘅手段欺騙個老爺嘅嚇。咁我就唔講啦。嗱咁就係咧，原來喺佢嘅選擇背後，其實兩個人都係面對緊同樣，佢係更突出緊。如果有一個人係可以沉淪嘅話，可以為自己放縱做藉口，嗰個應該係邊一個？應該係邊一個？約瑟。OK 嘛？點解啊？因為猶大發生嘅嘢，其實約瑟仲傷係咪？仲傷佢。不過因為佢個仔都係自然死亡，但係佢係被出賣嘅嘛。嗱，離開家庭、離鄉別井，一個人面對試探，面對好嚴重嘅傷痛或者係嗰種性嘅傷，都係猶大同埋約瑟都面對緊嘅，得唔得？見到嗎？好啦，但係咧，猶大就犯咗一個天下男人都會犯嘅錯啦。啊，呢個説話嚟自一個明星嘅，大家記得啦。好啦，如果遭遇人生痛苦可以成為放縱嘅藉口咧，約瑟可以咁做，絕對係咁做。所以38章係突出咗乜嘢啊？39章嘅約瑟真係好厲害，明唔明啊？明唔明我講乜嘢啊？佢喺嗰種環境裏邊，佢居然企得住，佢唔會因為怕。咁上帝嘅同在咧，就真係讓所有心理輔導員失去工作啦，約瑟身上面嚇。嗱，38章我哋以為約瑟會好似猶大一樣陷入麻煩啦。37章我哋唔係好認識約瑟嘅，但係39章咧，我哋冇見到一個徹底迷失嘅約瑟。約瑟係好清醒嘅。我哋喺38章真係見到約瑟嘅行事為人係敬畏上帝。咁約瑟嘅生命有咩特點，令到佢喺階下囚裏邊都成為一個咁樣嘅人物咧？或者有啲乜嘢嘅特點係上帝揀佢？轉轉頭，上帝嘅同在帶俾約瑟有乜嘢好優秀嘅地方，令到佢可以面對呢一切，唔好似猶大咁咧，得唔得？但答案咧唔喺39章，答案喺41章度。咁我需要講少41章嘅嘢啦。咁雖然我唔知道邊個41章講兩個禮拜之後啊，咁我偷少少個內容，因為唔講咧我就埋唔到尾嘅呢段。其實係咩事咧？因為其實我哋見到呢一段咧，係約瑟嘅內心喺邊度講出嚟咧？係41章51節。約瑟幫佢嘅長子改名叫馬拿西。馬拿西嘅話咧，神使我忘記困苦同我父嘅全家，又幫佢嘅次仔咧改名叫以法蓮。神使我在受苦之地昌盛。嗱，當呢兩樣嘢放埋一齊嘅時候咧，你就明白約瑟嘅能力係諗乜嘢啦。約瑟有一種好特別嘅地方，約瑟係一種好上帝嘅同在帶俾約瑟啦。上帝嘅同在係透過咩？使佢昌盛啊嘛。佢咪一次一次昌盛啊？係咪？佢俾人賣咗佢居然喺波提乏之家可以好昌盛喎？係咪？眾人之下萬人之上。呢個昌盛帶俾約瑟一個好重要嘅確據咩啊？上帝係仍然與我同在，我唔敢做啲得罪上帝，得唔得？嗱，當然唔係每個人都會咁樣，有啲人會覺得沉淪落去咁得，但係佢就選擇咗知道上帝與佢同在。但係你明白其實佢係好相同。而更重要就咩咧？原來約瑟生命當中好大嘅特點啊！佢好容易唔記得啲嘢嘅。好容易喺新嘅環境裏邊咧就 settle in 嘅啦。佢好容易放低啲，好容易 let go 啊，明唔明啊？你知唔知有啲人咧好難放低啲嘢㗎？真係放低唔到啊，牧師。我香港點，我放低唔到，會唔會咁咧？有啲人去到新嘅環境，只要佢見到上帝嘅同在，稍為有少少順利，你明白個順利係咩順利啊？入咗醫院裏邊嘅順利，你記得嘛？唔係嗰種萬事順利嘅順利係咩？你病到就嚟死喺醫院裏邊嘅順利得唔得？明白個順利係咩順利嘛？唔係講緊你一帆風順乜都掂嗰種順利係乜嘢啊？你都病到好嚴重啦，但係喺裏邊咧，上帝與你同在，你經歷到一啲乜嘢啊？醫院啲病人都當你係咩啊？晚晚做你傾偈，你可以做工作，上帝仍然使用你個順利得唔得？係呢種順利嚟㗎，得唔得？因為約瑟明顯地就已經係好慘㗎啦，明唔明啊？嗱，呢種順利係佢捉住嘅嘢嚟嘅。即係話，甚至到個地步，佢咩啊？一切嘅困苦和我父嘅全家，我都忘記了。佢冇諗住翻轉頭揾佢嘅哥麻煩嘅，佢冇諗住翻轉頭解決佢嘅哥賣佢嗰件事。對佢嚟講咩啊？
都已經成為過去啦。忘記背後嘅力量，原來有啲人係可以透過上帝嘅同在，係可以忘記過去，但係有啲人忘記過去好困難。約瑟生命嘅特點，佢一次又一次能夠唔再追問上帝點解我嘅情況會係咁，只要佢見到上帝仍然要同在，佢嘅心就放喺上帝度，佢冇答案都唔緊要，佢可以讓個問題懸浮喺天上面，直至到一日將來唔知會唔會解決嘅。有啲人係做唔到，有啲人係做得到。影響我個生命當中一句好深嘅説話，亦都係我牧師同我講。佢個女我都好似講過㗎啦，18年嗰時跳咗落嚟，係因為藥物嘅診斷死咗。佢同我講説話，有啲答案我只能夠翻去見你主耶穌先有。佢唔明，但係佢話 I can let go。1年之後講呢句説話，2年之後講呢句説話啦。師母仲未去9個月就講呢句説話同我講。有啲人佢嘅操練裏邊係可以令到事情冇答案，但係讓佢過去，你得唔得咧？上帝與你嘅同在係咪到個地步，你唔會死捉個答案？只要你見到上帝嘅作為喺度，你甚至好似約瑟咁樣，連佢嘅呢個望我父全家，即係佢唔再諗住翻轉頭啦。佢唔諗住再去。你見到約瑟其實冇去揾佢父哥，冇，因為佢之後咩係佢阿哥嚟揾佢，見到係上帝帶佢落嚟㗎 ，OK 嗎？所以上帝冇用呢件事過去，佢諗住過去㗎啦，得唔得？因為佢自己講㗎嘛，我困苦同我父全家我都忘啦。佢真係上帝與佢同在到個地步，令到每一次捉住上帝都俾佢一種能夠忘記嘅能力，能夠令到件事放低嘅能力，令到佢唔再追問嘅能力嘅。呢種追問嘅能力咧，唔係一次係兩次，因為後邊又係咁。佢喺監獄裏邊咧，又係遇咗同樣嘅問題。佢敬虔啊嘛，應該係點啊？應該上帝報答佢啊嘛。結果係咩？被波提佛審都唔審就拉佢坐監咯。喺監獄裏邊咧，佢又睇見上帝同在喎。點解啊？連監獄裏邊咧，監獄長都可以咩啊？大大重用我嘅，仲唔係上帝嘅作為？昌盛啊嘛，明唔明啊？佢見到喺呢啲位，佢就見到上帝嘅同在啦。佢永遠捉住嘅係一啲唔係個環境嘅惡劣，佢捉住個環境惡劣當中，上帝嘅 fingerprint 喺邊一度，得唔得？佢捉到啲好細微嘅嘢，呢啲嘅位令到佢甚至即係憑信，佢唔再追問，佢有嘅事情繼續發展落去，活在當下，唔一定需要答案，先至係困難當中最大嘅考驗，最大嘅試煉係呢個試煉。活在困局當中，你一定有答案，你永遠過唔到嘅。但係上帝嘅同在係可以人嘅心裏面改變。如果正正你嘅生命有一啲特質係俾人嘅使用，係可以令到啲嘢係嗱，呢個係真嘅。移民最困難有啲人咧，即係有啲人係永遠放唔低過去，但有啲人咧好快就放低過去，投入緊當下嘅重新開始。呢幾年我哋接觸好多移民嘅人，包括我自己都係屬於前者，好難放低過去嘅人，好難。我花咗6年我先夠膽講呢句説話 ，OK？ 但係即係個落差太大啦。但係正正係要忘記過去嘅時候咧，正正係每個人都要操練嘅嘢，得唔得？原來上帝嘅同在係令到我哋可以，保羅嗰句説話咩啊？忘記背後。成個約瑟嘅故事就係一種能力，能夠忘記。呢個係上帝揀佢嘅一個好重要嘅原因。佢係能夠 let go，佢係能夠透過上帝嘅同在去面對一切。好啦，打算忘記本來係約瑟嘅，但係必須原諒嘅係上帝。上帝話件事未完，你諗住忘嗎？忘記嗎？我哋嘅責任讓事情過去，約瑟做咗啦。但係上帝話冇咁簡單，後着仲有。上帝係嗰位籌劃後邊嘅上帝，上帝係要約瑟走另外一個階段。忘記對約瑟嚟講容易嘅，原諒先係難，所以佢進入原諒嗰部分。但係上帝令到個豐年，令到家族落嚟揾佢，令到事情嘅發展。對我哋嚟講好重要提醒，我哋做好眼前嘅就夠㗎啦。嗰件事點樣發展落去，其實唔係好關我哋事。OK 嘛？作為牧師我咁講，即係我都成日講，其實咧對弟兄姊妹生命嘅負責，做好自己一部分就夠㗎啦。個教會點樣發展落去，其實我哋能做嘅好有限。邊人都唔嚟，咁你係發展唔到咯，可能係咪？好多嘢其實咧，能夠做嘅都係好少少。但係做我哋當下嘅本分，讓上帝有個環境完成上帝嘅工作，呢個先至係我哋應該配合上帝嘅工作。上帝先係掌控一切嘅部位，OK 嗎？所以故事落去
就約瑟必須要面對另外一個 chapter， 佢要學習原諒佢嘅哥，嗰度係好難，用咗3章經文處理原諒。OK 嘛？今日只係1章經文，所以對約瑟嚟講要走過個過程。上帝話：你已經做得好好啦，你可以忘記啦。但係唔該，功課喺後邊，你而家要乜嘢啊？學習原諒呢樣嘢啦。OK 嗎？嗱，對我哋嘅提醒嚇，希望今日嘅分享對大家係有幫助。我哋嘅內心到底係點樣面對我哋當下面對嘅一切？我哋上帝嘅同在對你嚟講係乜嘢？對約瑟嚟講，原來上帝係參與喺裏邊，令到佢連咁大嘅傷害都冇需要尋找輔導員。呢個就係上帝嘅同在啦。約瑟係捉住一啲外邊嘅嘢，令到見到上帝仍然係與佢同在，佢就夠啦。好多嘅答案，可能有一日我哋面對主耶穌先能夠明白，或者係祈禱。於上帝，我哋真係喺你面前，我哋承認我哋都係好軟弱，我哋好想好似上帝一樣知道晒所有一切，我哋好想真係好似 plan 晒所有嘅嘢，好似成個計劃喺我哋手中。入埃及、出埃及，讓以色列人得到個土地，但係呢一切其實都唔係聖經人物嘅責任，呢一切都係上帝自己嘅故事。每一個人物喺裏邊都係配合緊上帝嘅工作，去完成上帝嘅計劃、上帝嘅心意。願我哋喺當中領受話語嘅時候，係一份能力與我哋同行，讓我哋經歷到上帝與我哋同在嘅時候，我就能夠勝過傷痛，我就能夠勝過一切嘅困難，讓我哋做我哋嘅本分，去完成上帝嘅工作。咁祈禱交託，奉我主耶穌名祈求，阿門。今日係聖餐主日，請司琴為我哋預備一啲嘅音樂，讓我哋再次紀念主耶穌喺十字架裏邊為我哋嘅犧牲。喺我哋生命裏邊，同樣好似約瑟一樣，我哋要走過好多個背叛，走過好多嘅離開，要面對好多嘅試探。同樣我哋嘅主耶穌喺十字架裏邊成就咗呢個救恩，勝過呢一切。上星期復活主日，同樣我哋要帶住呢一個復活嘅盼望、復活嘅能力。今天喺信息裏邊帶俾你係一啲乜嘢嘅信息？困難仍然未解決，生活要繼續過。我哋要好好嘅紀念主耶穌喺十字架裏邊，我哋支取呢一份面對困難嘅力量。前11章23至26節咁樣講，主耶穌被出賣嘅那夜，拿起餅來祝謝了，就擘開說：這是我嘅身體，為你們捨的，你們要如此行，為的是紀念我。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嘅血為你為我所立嘅新約。我們每逢喝嘅時候如此行，
來紀念我。無論係要擘呢個餅，或者喝呢個杯，我哋要一齊去紀念主耶穌。我哋一齊祈禱。天父啊，一息間我哋去領受你個餅嘅時候，領受個杯嘅時候，我哋再次去紀念你，係你嘅吩咐，叫我哋如此行。求你幫助我哋，幫助我哋喺呢個十字架呢份嘅救恩嘅裏邊，去學識點樣去繼續跟隨你。縱使今天我哋仍然面對好多嘅困難未解決，但我哋仍然嘅去紀念主耶穌。只有你就係力量嘅源頭。多謝你聽我哋嘅禱告，傳遞耶穌基督嘅聖名祈求。請今日嘅雙禮分餅嘅請預備。我邀請在座每一位知道自己清楚得救嘅弟兄姊妹，當你預備好嘅心嚟到前邊，去同我哋一齊去領受呢個餅呢個杯。如果未接受耶穌基督，或者你係未加入教會嘅，我哋都歡迎你嚟到我哋前邊，一同領受上主嘅祝福。如果你係未領洗或者係未加入教會嘅，你可以將你嘅手擺喺你嘅心裏邊、心口前邊，我哋係會為你祈禱。現在開始領受呢個餅呢個。
當我哋一齊去領受呢個餅呢個杯嘅時候，一齊去紀念主耶穌嘅時候，同樣我哋都要去紀念神俾我哋喺地上嘅使命。一息間，我哋有一個特別嘅奉獻，係特別為着一啲社區人士嘅需要，一啲活喺生活有困難嘅人嘅需要。如果你有感動嘅，請大家去預備你嘅金錢，緊握你嘅手，按你嘅感動而去奉獻。請司事上前。請會眾一齊站立。我們如此行為的是紀念主。多謝主喺十字架裏邊嘅大愛，求主去使用呢啲金錢，用喺有需要嘅人身上，幫助佢哋脫離困險，幫助佢哋脫離困難。禱告交託，傳下耶穌基督嘅聖名祈求，阿門。請坐。首先代表海敦堂歡迎大家參與今日嘅崇拜。請問今日有冇新朋友啊？我哋首先歡迎下四周嘅新朋友，同我哋身邊或者少見面嘅朋友去打下招呼，歡迎你。請大家忍耐啊，有少少嘅報告。係啦，浸禮班浸禮嘅日期係6月29號。請大家留意啦，今日係最後嘅報名，咁將會係布理堂同埋海敦堂一齊去合辦嘅浸禮，咁將會要上4堂嘅。咁如果你已經報名嘅，請留意，或者你喺一個 QR code 裏邊去睇翻詳細嘅資料，把握今日最後嘅機會啊！提一提大家，聽日係一個 Bank Holiday 嘅日子，同樣我哋已經呼籲咗、報告咗，應該係最後一次㗎。嚟緊係
解開呢個復活事件帶來終極嘅盼望。我哋邀請到黃迎福先生咧，係前宣道出版社嘅社長。題目係天堂有什麼好期待？咁大家留意啦，地點係 COC， 聽日嘅10點鐘係粵語嘅。如果你係想聽普通話，就係2點鐘。有一個頭先嗰個時間係5月5號啊，5月5號係星期一，係啦。而跟住咧，大家記住啦，5月9號有一個特別嘅聚會，係啦。大家都知道其實年青人係一個非常之困難嘅牧養嘅年紀。咁如果你知道你自己係一個有中學生嘅，或者你嚟緊有中學生嘅家人啊，或者你附近係啦，你知道有啲親戚嘅朋友係啦，咁有呢個嘅講座係特別安排嘅，係5月9號咧有一個 Zoom 嘅座談會。咁呢個咧雖然咧係我唔認識係啦，因為但係佢個呢兩位嘉賓咧，阿 Kit 同埋 Cecilia 咧，係喺過去嘅香港青少年嘅家庭做咗好多年嘅輔導。咁佢嚟到嘅時候，同樣佢哋都要面對呢啲嘅困難，幫助咗好多嘅有需要嘅人。點解特別去講咧？就係因為咧最近有一套戲，而呢套戲唔知大家有冇睇過，係啦，呢一個嘅《混沌少年時》喺 Netflix 係好廣泛嘅廣傳。如果你身邊有一啲嘅家長或者有啲嘅朋友係喺一個有需要去照顧嚟到嘅年青人，或者唔係你屋企或者你個朋友、你親戚都希望你掃低呢個二維碼，我哋呢個報告會稍後會擺上去呢個群組裏邊，讓有需要嘅人咧去得到幫助。其實喺香港都係一個好面對青少年嘅問題都好困難。再次，如果係喺英國一個語言有障礙，或者喺一個新嘅環境裏邊，相信年青人嘅挑戰咧會更大。咁我好希望咧透過呢一個嘅座談會，同埋有附設有一個 Q&A 嘅時間，去珍惜呢個機會啊！咁稍後呢個報告咧就會擺上網。同樣 Alpha Course 咧係5月10號嚟緊嘅星期六開始啦，時間係1點至到去4點鐘嘅。咁盼望咧弟兄姊妹咧，你去把握最後一個機會啦，係啦。咁亦都係呢個禮拜開始啦。而家暫時有幾位嘅新朋友報名嘅，希望透過呢一個 Alpha Course 咧，可以傾下講下，去用個好輕鬆嘅形式咧，去探索人生同埋信仰啊。又或者其實你已經翻咗嚟好耐啦，都唔係好清楚自己信任啲乜嘢，或者都唔係好清楚呢個信仰嘅，我都歡迎你去透過呢個聚會咧，有8堂嘅時間咧，一個實體，我哋可以近距離，可以實體嘅一齊去探討呢個人生啊。同樣啦，係啦，咁按住個時間有5月5號啦、5月9號啦、5月10號啦，咁跟住咧就係5月28號啦，有個叫做總有你鼓勵，有間機構咧叫做有福同享咧，就會同我哋海敦堂 COC 一齊嘅合作去舉辦呢個活動嘅，去包種嘅。咁透過呢個包種咧，去祝福一啲嘅社區人士。你話我都食咗好多年粽喎，不如你去一齊去包呢啲粽咧，去祝福下其他人，都可以祝福你嘅弟兄姊妹啊。其實咧，好多人都係要透過一啲嘅節日咧，先能夠咧去有機會打開呢一個教會嘅呢個窗口啊。咁我讓我哋呢個活動咧，可以接觸到一啲咧未信主或者係同社區嘅拉近呢個關係啊。咁同樣報名咧，同我去報名嘅呢個活動叫做總有你鼓勵啊。時間係28號星期三11點至到2點鐘，活動係自由奉獻嘅。跟住有一個 home group 嘅彙報，咁我哋請阿 Mandy。請大家繼續忍耐。係，hello 大家好，我叫 Mandy。咁今日就除咗要分享呢個 home group 嘅事工咧，截止報名之外咧，亦都
話俾大家聽一個好消息嘅，因為第二期嘅報名現在開始啦。咁點解咁嘅言下之意係咩咧？其實 Home Group 咧到現在咧，我哋已經收到33個單位嘅報名啦。咁並唔係33個人嘅，咁入邊咧已經包括咧有呢33嘅報名嘅單位咧，包括27%咧係以家庭為單位嘅，咁餘下落嚟咧就係個人為單位嘅。咁咧第一期嘅報名咧，我哋已經開始去籌備啦，點樣幫大家分組？咁喺當中咧，咁我哋估計啦，大約起碼5組，起碼咁即係應該多過5組，希望。咁但係與此同時咧，如果大家咧即係未報名嘅，但係又諗緊嘅，又或者覺得差唔多時候預備好嘅，咁都可以咧同我或者我嘅工作小組咧去報名嘅。咁呢個咧我哋稱之為第2期嘅報名。咁但係咧我哋處理咗第1期嘅報名先，然之後第2期嘅報名我哋會陸陸續續咧去安排嘅。咁少少分享啦，喺呢一個推動呢個 Home Group 嘅事工嘅時間啦，咁接觸咗好多弟兄姊妹，亦都喺當中咧有好多激勵我嘅，亦都有好多咧喺當中俾我睇到大開眼界。因為喺我哋一直同弟兄姊妹交流嘅時候咧，原來發現有一啲弟兄姊妹做緊嘅嘢咧，做緊嘅事工咧，同 Home Group 咧嗰個理念好相近。咁但係咧，佢哋睇到嘅群體咧，原來我係未睇見，我係未知道嘅。咁但係弟兄姊妹咧已經係做咗一啲嘢啦，去發展緊啦，亦都有一個好好嘅效果。咁所以嚟緊咧，希望咧，如果弟兄姊妹自己有一啲嘅睇見，有一啲嘅組你係搞緊嘅，亦都想同Home Group 嘅小組有啲交流嘅，咁我哋好歡迎同大家有更多嘅交流啦。希望有相似嘅地方嘅時候咧，我哋可以一齊同行。咁報告就咁多啦。崇拜即將結束，我哋唱散會詩。我哋請呢從牧師為我哋祝福。我哋低頭祈禱，天上帝，我哋多謝你，因為真係你冇忘記我哋，你都教我哋點樣忘記我哋生命當中一切嘅困難。我哋 focus 喺你身上面，我哋集中真係你與我哋嘅同在，我哋唔去記呢啲我哋唔想記嘅嘢，亦都幫助我哋下一步學習點樣去原諒。原來除咗唔記得之外，更重要學習點樣去原諒。喺約瑟生命當中，我哋能見到耶穌嘅影子，因為耶穌話赦免佢哋，因為佢哋所做嘅一切，佢哋唔知道。幫我哋嘅生命當中有原諒同埋忘記嘅能力，求主賜福俾我哋，帶領我哋。願主耶穌因為天上帝嘅慈愛與聖靈感動，與我哋眾人同在，直至我見主面，祈禱交託，奉主耶穌名字求，阿門。默禱後音樂散去嘅時候，我哋先去喐我哋。